国来出现今年头一个带病入境出门的案例。这个查甫人3月捌去泰国佚佗，4月搁伫咱台湾东部旅游3天，因为毛仔真高月，搁有可能会致命，所以目前地方政府正咧调查行踪，可接触者。 出国旅游当日往也爱做好防疫措施。疾管署11公布，过来出现今年头一个带病入境的毛仔案例，是一个北部30多岁的男性，3月17到22伫泰国旅游，4月初3发烧，初5出门。因为毛仔传染力真强，致使死亡的比率有5%到10%。这个个案4月初搁有到宜兰、甲花莲佚佗，目前地方正在做调查。 花莲跟宜兰有下榻这个饭店在居住，所以也都已经有跟这个饭店这边来进行相关的疫调跟卫教。发烧啊、鼻炎、结膜炎、咳嗽之外，那后续会出现从头部开始的一个红疹的症状，延伸到躯干、四肢，最后是全身5%到10%的患者，有可能会出现就是细菌性的 感染并发症，流感的疫情也当咧传，顶礼拜增加3例死亡个案，拢是70多岁有慢性病的个案，未出现症状到死亡只有1礼拜到2礼拜。另外，还有8例的重症案例，年龄为10多岁到80多岁。疾管署表示，目前流感的疫情也搁咧悬点。针对65岁以上的长者、婴幼儿跟有高风险慢性病者和孕妇，那如果有出现类流感症状的话，一定要特别注意是不是有 呼吸困难、急促，或者是发干缺氧的这个重症的征兆，如果有的话，一定要尽速的就医。高主疫情方面，顶礼拜新增加2例本土案例，分别伫新北市甲高雄市，无排除社区有乌数，呼吁高风险族群会使上网络登记高主疫苗。另外，新的隔离措施已经甲地方政府达成共识，13会参民间团体沟通，上紧18公布新的方案。记者郭文社桂林台北报道。